好 ，OK。好，来，咱开始哦。1655年4月24号，拜六甲25号，礼拜日，温暖平静的天气，如同昨昏无要紧的代志，一敬拜上帝的日子。4月26，拜一，炎热的天气，平静如同以前。今仔日，长官阁下派下设常务员 Bresser 带几个请的即个新仔人坐三班去龙眼门甲卡只。今仔日，长官阁下派下设常务员带几个请用的新仔人坐三班去龙眼门甲卡只要去遐要收集飘去遐的。即个茶真细腻来甲全部载转来台湾遮，因为白社的新仔人白相真侪人来阮遮讲，因无可能伫今年白社期限结束后的6、7天内就脱离开春社像阮所想要看到安尼并且呢，甲即个。算甲即个所在即个春社让出来，互新的白相。因此呢，伫因的恳求之下，今仔日伫福尔摩沙议会决议，为了避免因遭受到损失根据因讲啦若必须伫迄个期限内脱离开因必须因会遭受到损失所以要稳准即寡白相伫即个月的底。白期结束了后，还阁会当继续停留踮咧所北的春社里21天，就是3个礼拜。此事也要随用批来通知福尔摩沙的所有政务员，互因甲所有学校教师拢知影此事，以免产生误会，造成迄寡白相的损害。阮母也无入来听课呢，我甲催一下。因为家己一个无聊，好，较老李啦，无法度较强迫啦。好，此事也随要用批分别通知福尔摩沙的所有政务员，互因甲所有学校的教师拢知影此事，知影即项代志以免产生误会，造成迄寡白相的损害。伫咱野城市镇的公庆所啦去年以征用的方式，由新仔人的头家何斌以5352号实来承办各方的业务。对此事是毋是应该爱听候巴达维亚因国下的决定，就像对此地所写安尼，或者是要命令即个何斌伫上述即个犹太的5352号以外，阁要补偿2000号，就是伫咧 Verber。国下的任期当中，伫1653年以即个金额允准伊承办该公庆所3档，就是以即个5352号即个金额。所以今仔日想讲，是毋是阁要补偿伊？以外要补偿2000号，这什么意思？是要叫伊阁加纳2000号的款互公司会当得到利益，因为对巴达维亚行来的船只到遮以后，阮就一定爱必将接到该关系此事的答复，所以决定讲伫咧接到该答复以前，将会互何斌
伊原是河滨来继续承办，迄时要搁再照现在犹太伊的即个金额的比例来计算。因此，即个公请诉将未列入去将要发布的项目里，请参阅今仔日的决议录。4月27，拜二游玩像昨昏的天气无要紧的代志哈。4月28，拜三。上午乌阴天，并且有落一寡雨，天气非常的翕热。阮收到荷兰人的政务员 David Hartwell 对遐所寄来一张批，数期是本个月25号。对即张批，阮真遗憾来知影讲，伫24号就是一工前，上述村社的居民去拍拉了后。转来到因的村社附近的时阵，因中间有一寡人数约30到40人，互相打斗起来，若互足侪人受伤，佮造成一个人后来当场死亡啦，伫即个掠狂的即个骚乱了后。因全部拢进入庄内，这是荷兰人发生的代志，上述政务员就调集即群人当中的一部分人来伊的厝头前，真亲切来查问因，但是问袂出因互相打斗的理由。照伊的写法，甚至一直到现在，也毋知影迄个理由，也毋知是谁互迄个人死亡的。只敢若知影讲，迄个人伫过身以前，听讲捌伊的某讲出参与打斗的2个居民的名。即2个人含其他几个人是伫遐上出名的路漫，定伫遐真猖狂毋想讲啥，肆无忌惮，要安怎翻？定定伫遐恁闹代志啦，就跟叫啥肆无忌惮的，无法无天啦，即寡人，政务员Hartwell真想要甲即寡人抓来监禁起来，但是烦恼讲伊即只10个到12个荷兰人的即个兵力伤细无够额通去对付即寡人对付迄寡人的拥护者，因无足以对付迄寡人的拥护者。发动起来新的战争甲严重的暴动，这是真可能会发生的。因此，对整个事件，伊将会听候取缔是台湾遮伊将会听候台湾的命令甲支援伊请求尽量较早派兵来支援。伫迄以前伊将若无其事按兵不动就当作无发生什么代志就对了本个月18号，伫马里干社的学校教师的即个徛街附近公司的马条甲即个即个啥涂装室储藏室被火完全烧毁坏去该徛街迄间厝嘛也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火灾的原因是毋是互人放火，到即嘛也拢毋知。因为上述即个事件情节严重，必须及时对取缔下令处理。因此，下晡佛罗摩萨议会就开会决议，
阮要尽量较紧写批，互上述政务员 hardware， 并且随开始写批讲，伊必须伫个可能的情况之下，尽力去查明上述事件真相。而且若是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若是有法度啦还佫爱去掠迄寡触仔去掠迄寡罪犯，甲因送来处地，因为伊的兵力可能无够额去对付暴动，所以明仔载将会对处地派6个士兵甲1个下士去智罗山。去遐的政务员Loenius 的所在来听候上述即个 hardware 就是即个政务员 hardware 若需要，因着要对上述 Loenius 的地方去伊遐。迄时为着要尽量避免惊动，避免甲因拍生惊啦Loenius 要借口要去雷洛访问，也要亲自带领伊的士兵去服务人，加做敢若像要去访问 Hardward 安尼。关系此事，现在也要写一张批去，甲上述的即个 Loenius 讲。Loenius 什么意思啊？我咧看无 Loenius 什么人。毋知你讲啥。好，所以明仔载要对处地派6个士兵甲1个下士去智罗山去遐的去智罗山的政务员叫做 Loenius 要去遐。上述 hardware hardware 是服务人的政务员一旦需要，因就要对上述 Loenius 的所在去遐。迄时为着要尽量避免来拍生惊。为什么我读到遮来？Loenius 要借口要去雷洛访问，嘛要亲自带领伊的士兵去服务人。加做敢若伊要去访问即个 hardware 安尼。关系此事，即嘛要写一张批去甲上述的 Loenius， 去互上述的迄个 Loenius。此外伊嘛会当将即寡士兵留踮遐来运用，若是有即个需要啦也严令 hardware 爱尽量较紧将迄边的状况来汇报台湾。也伫福尔摩沙议会呢，商议讲板港渔场的白箱提出的一项请求，是请求要减轻鱼的关税理由记载伫个该请愿书呢，和其他的决议相像。详情请参阅今仔日的决议了。好来，1655年4月29拜四，好天微风对北方吹来。要活中昼的时阵，上述迄6个士兵和因的下士对处地坐3班，渡往 Provincia， 要对遐经由陆路前往智罗山。并且，若是有需要，继续前往服务人，像昨所讲的安尼。有2只篷船对偏湖来到遮，坐25个大埔载来30只山羊、14只牛、2只鹅。讲鹅啦，鹅是南部腔啦，2只鹅3队呢运2只篷船对处地出航前往福尔摩沙的南部，坐14个大埔人，载有20担盐、4德米。一罐新仔的阿拉酒，阿拉酒伊是拢写 ARACK， 所以我嘛毋知阿拉到底是啥物件
后来今仔日北上的即个开标吼。4月30拜五，美方真属实对西方继续吹来。今仔日下晡，伫个楚地日兰夜社市镇的公司的庭院呢，有长官阁下福尔摩沙议会议员，以及即个议会秘书在场的情况之下，根据顶个月30号伫台湾和普罗宾西亚公告的发北条件，将归属公司的福尔摩沙的村社、B.O. 甲市场拢白卖予出价上悬的人，也根据写伫告示簿呢的分开的条件，发白其他人的人头册单。连人头册、收人头册都得发出去吼。即寡白卖的结果，由啥物人所白着吼？因的保证人是啥物人？罚金是偌济吼？列定如下，就是写伫对。这好长了，今仔这读煞，时间可能过一半吼。超过啊！即摆已经9:53分了，这读煞今仔差不多啊。好来，新港社北上13哥，是写 TJAPSAKO 啦，我大概像13哥吼。保证人叫做三洲，罚金单位是里尔吼，105。小人社北上科哥，保证人福哥，罚金410。大目港阴哥，保证人如哥，罚金12。目加流园北上阴哥，保证人如哥，罚金230。麻豆社北上查哥，保证人高一哥，罚金450。大武北上高瓜，保证人加占，罚金210。多乐国北上资瓜，保证人加占172。地罗山北上周哥，保证人可以哥2712。地罗山即嘛上悬的哦。塔里木北上鱼哥，保证人胡瓜1620。鹿港以上拢是写 Taurinap，T-A-U-R-I-N-A-P Taurinap 鹿港，我嘛毋知啥物人翻译的遮厉害，知影讲 Taurinap 是鹿港哦。北上王之将哥，保证人如哥412。大东螺大东螺啦吼，大东螺，东螺西螺吼，大东螺原本是写做大多巴咧，多巴咧。北上五瓜，保证人 K 奖1272。小多巴咧就西螺，北上二瓜，保证人波一哥612。二林北上五瓜，保证人波一哥1200。本港溪因所掠到的鱼无需要缴纳食米税，因为迄寡鱼输出的时阵，必须伫台湾纳税予公司。北上留伫遐的陆地上
交易的新仔人不得超过15个人，而且拢必须要摕有许可证。白卖结果，白箱5挂保证人起养120个。多瓦哈打麻白箱做一个保证人可以过812个。高温佫会记袂？高温是土库哟。白箱2个保证人可以过320个。德产甲新港啊，白箱关哥保证人CCR 1520个。再来是南坎区吼，以及提里山社甲苏沙利社，以及巴瑞佐恩地区以及居伦的山区吼，条件是必须每个月供应6到7担的鹿角肉互淡水的主管。如果伊若有安尼要求啦吼，若无毋免供应吼，并且由公司以每一担8日的计数来付钱。白箱叫做鸡啊，保证人叫做燃酒482个，即南坎区啦吼。房山白箱朱因哥，保证人 CC 啊132个，牛妈清水吼。白箱食糕，保证人波伊哥42个。荷尾人白箱猪糕，保证人花糕2920个。目梨干白箱西糕，保证人冻吉1472个。大嘟又佫称做 Terjala 白箱米挂，保证人波伊哥242个。哦，佫遮侪，我休一下，摕遐水来啉。哎呀，读到倒位啊？读到大武郡吼，无大墩，读到大墩吼，大墩啦吼。我等下我水紧下水，等下来去摕吼。过来是豆沙、达拉姐和豆沙马豆。中文称作南投和北投吼，这两社的人现以前伫咧大武郡社交易，但是这两年已经拢伫咧本社咧做交易，现在也共款分开来白卖。白箱二哥保证人福哥672个，大武郡陆上述豆沙。豆辣姐和麻豆马豆两社已经有家己的白箱，金社保
保证人福哥332个。来，我来添水。过来是这个所在叫做大塔加波浪，无写中文名吼。大塔加波浪，北上昆哥保证人热火的42个，阿里山北上高瓜保证人 K 卷202个，阿宿社北上左湾保证人 K 卷762个，马布萨以前伫迄个三个大都社咧交易，北上左湾保证人高阳42个，迄个三个大都社吼，达里达斯和博巴利昂陆上述。马布萨社已经有家己的北上福哥保证人鱼哥632个。我挂只表吼，表头充电。过来是雷旺、利辛干、甲莫里兹和托罗冠，伫咧中文拢称做，应该是绕高去吼。后壁佫写做 IJU 是啥物意思？中文称做 IJU。北上梨瓜保证人背瓜25个，龙桥地区北上旗哥保证人燃酒482个，放手啊北上王新哥保证人如哥122个，家庭甲热力北上新瓜保证人三州142个，麻里麻伦保证人毋是北上脱丝贡保证人朱哥152个，大白莲北上朱哥保证人福哥202个，阿猴北上五瓜保证人波哥142个，大德基甲塔楼北上鱼哥保证人福哥552个，基岭岸是北上五瓜保证人东吉112个，卡拉干北上王志忠哥保证人是啥？科音哥啦吼，120个。西佛贡是一村社名吼，北上叫做白丢，保证人叫做多内吉42个。小琉球岛北上詹西亚克无保证人202个。人头社单根据1634年8月28号订定的即个条件，自5月初1开始白售，白卖即几年啊吼。
每个月3300里尔。北上鱼膏、乳膏含死死啊，无保证人，罚金是39600里尔。沿海渔场为公司发什么如下？发者如下。为公司发者如下，你什么意思？看无？就是沿海渔场为公司发者如下，闽港附近诶北港线、北昆新北昆新。北上乳膏保证人泉州400里尔。南竿在什么所在？LAMKAN北上水果保证人泉州120里尔。闽港附近的嘉业就是伫闽港附近啊，今仔日都知。保证人毋是北上淡水保证人珠高30里尔。南岐甲即个磅丰，南岐甲磅丰北上金高保证人鱼膏610里尔。卡地亚刀 ，last name 个刀啦，TAU。北上金高保证人乳膏470里尔。龙眼门甲卡甲，拄则是卡亚闽港附近卡亚，龙眼门甲卡甲。北上叫做冰糕，保证人叫做鲍鱼糕40里尔。超碗北上鱼糕，保证人叫做鱼眼糕15里尔。以上总共是62165里尔。好，差不多念一半较过啦伫 provincia 市第二的地图，毋是地图啦伫 provincia 市第二台的猪肉甲即个三层肉，卖价不得悬过每斤6个 stivers， 就是30 cent 并且每一人拢必须要供应9个的需求量。伫台湾的即个猪屠的拍卖条件是，北商必须要供应9个的即个猪肉，无论是对新仔人或者是荷兰人拢相像。卖价不得悬过每斤6 stivers， 而且自早起到暗时6点钟，市场关门进前拢会当伫个市场来出卖，袂使踮咧其他所在来出卖但是市场关门了后，就会当伫其他所在来出卖。出卖啥？看袂出来。伫家人含西港乡村来试办猪屠甲烧制鸭酒的拍卖就是要拍卖猪屠甲即个烧制即个鸭酒伫内陆水源甲河流的渔场，为福尔摩沙县居民的利益所发布的，其中有一寡高单还未分割清楚，并且规定讲，原住民随时拢爱踮咧即寡渔场来掠鱼，即寡渔场如下。水伤烧啊，恶啉，惊去烧着。
到倒位煞袂记。到遮吼，对遮迄条称做卡地亚的清水溪吼，对迄个新的，毋对毋对，对遮才对。伫内陆水系或者是河流的渔场，为福尔摩沙原住民的利益发北的，其中有一寡到今也未分割清楚，拄则读过，并且规定讲原住民随时拢会当伫即寡渔场掠鱼，即寡渔场如下吼。所以过来就是即寡渔场啦吼。迄条称作卡地亚清水溪对迄个新的堤坝内陆村延伸过去吼。收益归着新港社人，伫迄个倒山下面称作积鱼潭吼，迄个湖收益也归算新港社人吼。大目港溪又搁称作新港溪，条件是北上必须每一礼拜2斗载大量的鱼去新港，以每一斤10仙来卖。伫迄个那田边仔称作达君西曼的湖，以及附近的小湖，叫做多朗，也为新港社人来白卖。咸西港溪、甲迪加人溪以及社人溪的河边，自迄个山坳仔的沙洲以南，因为原住民的希望，因为原住民的希望，由原卖白卖。杜凤甲乌尼是麻豆溪甲麻豆港的渔场，是伫个麻豆社甲社人社的土地分界所在。发北条件是北上必须每一工载规只3板的鱼去麻豆，以每一斤10仙的价钱来出卖。过来是拉西干，是伫个芒港对面，以及王干背后壁括号中文写毛港屋，毛是茅草迄个毛港屋吼。王干背，王干尾啦吼，这就是毛港尾溪嘛吼，又搁称做蛙雕溪。是伫个麻豆社甲多罗国社中间，由原卖甲因白卖。过来是七修，以及下面的湖甲迄个边吼，以及六种湖，是伫个乌伊尼附近，也无法度来白卖。好，过来为原住民白卖的上述的渔场总计是1322个，合计是67085里。如果伫咧接到巴达比亚当局的命令以前，搁加上像去年由河滨所承包的土地的市镇公顷的即个白金，总共是6350。白金总额是72435。今仔日对庙港打狗甲迄条清水溪的驻军接到书面报告，讲阮派驻迄边的士兵情况良好。我没事，过来是5月初拜六，好像读超过时间啊，16分。苏氏的蜜蜂对北方继续吹来，天气良好。今仔日有7只胖船对西南沿海甲澎湖来到遮，坐420个人，其中有44个富人人。再来下日的
90担的盐，543个铁花，1469包鲜奶薰草，1443罐鲜奶米酒，100斤油5道红米，25只牛，3罐海螺。对现在前来厝地的新仔人，阮无得到关系到新仔特别的消息，只敢若听讲迄边烦恼讲，国姓爷和塔坦人中间将会发生非常激烈的血战。迄寡塔坦人已经逼近南部地方，因的海军扩散各处，农夫呢已经拢受到真大的损失。国姓爷也无点点示弱，静默示弱了吼，无点点示弱。但是迄寡新仔人却讲袂出国姓爷现在是伫啥物所在，主要搁伫做啥物代志。不过，阮对各种情况相信。阮对各种情况来相信讲，塔坦人已经来到迄寡海港附近咯。因为即寡螃船毋若载来真侪，查甫也载来相当人数的即个查某人。以前即种情形也代表个即种以前即种情形嘛，捌代表个即种真好啦吼。真好，我学去读的吼。可能国姓爷伫对伊的俗民征收巨额的课税吼，甚至甲因所有的财物吼，那敢若用扣了吼。所以讲国姓爷吼，伫伊的俗民有征收巨额的即个税金，并且甲因所有的财物吼拢。甲因占来用就对了吼，用来饲伊的部队。根据新仔人的讲法，伊安尼做并毋是稀奇吼。也有即只螃船对厝地出航前往西南海，坐48个查甫载有400斤鹿仔肉，2350斤咸鱼，45斤虾啊，1100斤福尔摩沙的丁，50斤糖水。想小5月初2礼拜日，天气如同昨昏敬拜上帝日子。今仔日有3只螃船对厝地出航，西南海，坐167个查甫载有32649斤鹿仔肉，15431斤咸鱼，1050斤福尔摩沙的丁，2200斤虾啊。我无注意，已经读到5月啊吼。5月初3拜日，早起平静而温暖的天气，下晡吹凉快的北风。暗时啊，政务员 David Hartwell 先生的某对福某人来到遮，伊捌听伊的丈夫讲过最近伫遐所发生的不当的代志吼。伊讲，首先是爱由该村社的2个少年原住民发生冲突，但是因中间的症结了无讲啊。煞渐呢，因双方牵涉该问题的朋友吼，双方都已经闹足侪人来啊吼，所以呢也动手拍起来。关系此事不可怀疑，偌久以后，上司 Hartwell 必定会互阮书面的报告。5月初4拜2吼，早起日就蒙蒙啊雨，平静无风，日时就好天咯。要活中岛的时阵，迄只租用的新仔人的螃船对避难转来到台湾遮。该船伫咧顶个月19号载纽失去避难。领港员 Sick Peters
同船去到遐，伊对该船来上岸以后，甲阮讲，因伫咧当月的24号到避南，随即真紧来甲所在货物落来交互阮派驻伫遐的人，并且随装上已经收藏伫遐的所有的落婆。伫咧后来26号，就要对遐启程回航出队吼，这是回航到台湾啦吼。伫航往避南的途中，因捌看见有一只大的新仔人的篷船停伫咧即个避南正对面的三那岛的边啊。三那岛呢是什么岛？就是台东外海的绿岛。查一下吼，绿岛。这是也找无绿岛。哇，摸咧，等下时间较好。转来就起只啦吼。讲迄个航往避南的途中啦吼，迄只即个对只船啊。应该是迄只租用的新仔人的篷船伫避南转来到遮的时阵吼，边仔该船看到因吼，就往北方航去。伊查问此事，避南人讲已经有几啊暗暝啊，看见迄边拢有渡好吼，渡好就是好绿岛啦吼。故此，阮深信吼，因为安尼，阮深信讲，伫迄个岛上必定有新仔人留伫遐。无得较含佛罗摩萨东岸的 Saint Lawrence， 就是伊宜兰县的苏澳吼。苏澳人秘密交易的新仔生理人，有时啊来即个三那岛来会合。确实的情况如何？无定爱以后才会当知影。即个 Sikh 也对遐来炸一张被转去吼，是互派驻伫遐的士官 Jacob Dusseldorp。即个 Sikh 也对遐炸一张被吼。是互派驻遐的士官 Jacob Dusseldorp 来写阮的简短的来批，只敢若写讲Mr. 歹势，只敢若写讲因规阵人伫咧顶个月4月4号到避南一切顺利。迄个代志以后，伊捌破病吼，动病，即嘛已经康复。有一个伊的士兵伫咧扫把社因破病来过身咯吼，又过来啊！即个新的传染病哦。伫最近的4月16号，有一群人数28人的避难原住民含因的敌人，就是公司的陪伴者吼，发生战斗。对方是巴里阿尔社甲苏布拉大港口社的原住民。人数最到400个人，互相拢摕武器咧肉搏啦吼，肉搏就是摕武器咧，肉搏白话是安怎翻译？互相摕武器咧相战吼，最后避难人甚至避难人佫赢咯吼。
留下地方2个尸体，已经有一段时间，即个上站顶站的即个城堡的军官甲真侪士兵，伫城堡沿着护墙甲迄寡即个灵堡遐，以及伫即个城堡上行的即个厝的坡吼，来洗因的衫甲汗衫，也放药吼。此事毋若真不雅观吼，也互遐产生臭气。因此，今仔日公告禁止违反者将会被申请纠正违反者将被申诫纠正吼。今仔日无啥物笔记吼。这是5月初4吼，拜二时间。剩2分钟，我看嘛5月初5有做无？5月初5拜三，真好的天气，但是真热。下午有微风对西方吹来。早起时，张官阁下坐小艇去 Provincia， 并且留踮遐。今仔日有5只篷船对此地出发前往西南沿海，坐173个查甫载有下列的货物：4各523斤鹿仔肉，14850斤咸鱼，777斤虾啊，855斤蚵仔，1650个Formosa 的丁，6道的毛仔，甲340斤鹿仔脚。5月初5读煞吼，时间剩1分钟。5月初6拜四好天透，西北风无要紧的代志。好啦，今日读到遮啦，大家我爱困哦。读到倒位啊？我还无我的日子，叫无拄叫我滚起来嘛。好来，今仔日读到遮吼，我来关房。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